来是前总统陈水扁，目前是保外就医，昨伊来参加着政党募款的餐会。那就台致辞16分钟，阁2度来形容台中加角是鬼所在，甚至帮政党咧救票。问题是阿扁保外就医，台中加角有要求，必须爱遵守4个袂使，袂使就台，袂使演讲，袂当讲政治，袂当来接受到媒体访问。但是陈水扁完全拢无遵守，台中加角讲会了解、评估，再过来处理。 台中的迄个规划伫昨暗个敲电的方法。前总统陈水扁形容台中加角，就是用这3字。台中规划1年7个月，阿扁也非常的感谢送3顿当互我吃。 陈水扁参加政党募款餐会，完全拢唔管台中加角爱伊所遵守的，免去上台，免去演讲，免去谈政治，免去接受媒体访问。伊专程致辞16分钟，甚至也阁帮政党邮票。我违背4不，我讲啊，无你阁加5不嘛无要紧啊，6不嘛无要紧啊，天龙8不嘛无要紧啊。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阿扁本身就是法律人。 伊对法律的详细常识应该比谁都清楚。这是陈水扁申请保外就医了后头一次上台致辞，支持群众大声叫好。台中加角安怎看？所以相关的他保外规定的相关的规定来处理，把整个市政收集完成，我们会去做评估。 虽然加角有批准陈水扁参加活动，理由是对改善病情有帮助。不过，陈水扁这回已经拿到司法的红线，台中加角会做出什么款的处置，外界关注。